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2日新闻，我是嘉豪。今是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金华社案件北检今早起是第二届提审潘正生，也搁在以证人身份传证督法局长林周明来厘清案情。受到风台背票价影响，虽然未直接来到台湾，不过这北部、东北部地区中秋节份会落寡雨，要欣赏过年就要看运气。2025这金氏世界纪录出版咯，这届有过车的发明者甲收藏家，也有全世界上界大机的电动器皿。新闻一开始，咱来看这金华城的案件。目前郭文德是受押禁见，在1月头一届以证人的身份，传台北市政府市长林清英和迄当时的台北市副秘书长李德全了后，台北地检署今早起呢是第二届提审台北市政府市长潘金生，也搁在以证人的身份，传台北市政督法局长林周明来厘清案情。这林周明伫下晡4点外结束庭审，离开时阵是无加做回应。前外头甲底裤台北市政府市长潘金生早起第二届提审，看起来表情轻松，行路警备车。下晡潘金生委任律师到北所入境。带冰豆浆。他有被提讯吗？那他状态还好。就侦查内容就不便多说，谢谢。北检持续侦办金华城案，第11头一届以证人身份传台北市政府市长林清英，也甲当时担任台北市副秘书长李德全了后，12搁在以证人的身份传证台北市督法局长林周明说明。局长，柯文哲说今年3、4月还知道今晚整容地狱800人，你相信吗？好，那都是我们市府的好同事，那而且我也觉得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发光发热。好，那因应办案的需要，那这个北检或相关单位传他们去，看起来也遵守法令的规定，好，所以并不会有什么复仇客联盟。根据了解，李德全捌伫公文批注提醒郭文泰用这奖励有小发生这个问题，检方11已经传李德全作证，希望查清楚规个决策过程。北检对媒体的报道查扣挂假银行保险金的代志，敢若表示无要评论，无法度证实。审检经委任律师欧元良早起嘛伫北所，郭文泰的委任律师萧义宏下晡嘛到北所入境。今天情况大概是怎么样？有没有讲到什么样的情况？除了金华城案，北检嘛持续追查郭文泰政治现金申报案，搁再约谈承办会计师段木前到案说明。当时真的是漏报吗？不过郭文泰因为金华城案，互人羁押禁见，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依法有认罪协商，引起支持者不满，要求开除谢立功。民众党秘书长周如修表示，无清楚谢立功伊的想法基础为倒来，并不是说没有做的事也要认，这不是所谓认罪协商的概念，已经具体陈述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展现一个态度，或者他们需要来进一步说明的，那就把它说清楚。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诉讼策略。谢立功认为郭文泰有需要说明的，都详细讲清楚，争取各界认同，安尼才当反手为攻。民众党中评会是表示，有收到党员的申诉，会立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反商战机伫昨日发生事故，涉落海，外界也关注到这反商2000伤过久的问题。空军和法国议定2028年甲商造机延长寿命，评估这反商战机会当搁再飞10年。不过，有立委认为讲，就要赶紧采购第3代战机。就进前的这反商飞行教官表示，反商和这 F-12B 是无共款，有特有的战术甲战法，地区空间有优势，会当对中共军机造成威胁。不过，也要赶紧针对到这零件无生产的问题，赶紧来解决。反商2000是正紧飞机的提点，有国军3大战机上优秀的飞行能力，部署新竹空军基地、大北部空防的重任。但是，提早有一架反商搭落去海底，剩的是全面停飞，接受特检。嘛，互伫台湾服役27天，反商的机能愈来愈高的议题，搁一摆引起讨论。立委国家烦恼讲，中国军机加大了大的力量，恐惊超过反商会当负担的能力。这一次不幸中的大幸，也凸显我们在救援、维护跟新式武器采购上严重的不足。第3代的新式战机的采购更是刻不容缓。这台战机的本身来讲，
它所有的零部件都在时数内，不是老旧。公公确定无要态度换商，和法国迄边预定2028年进行双座机的演修，嘛评估换商阁会当阁飞10年。将换商的飞行教官李英良，捌驶换商长11档，飞行时速1000点钟。分析换商伫大海作战的独特性，做一个伫高空专门攻炸的主力，和美籍 F-16B 无共，换商有专属的战术战法，伫空战内面和中国军机交手会当发挥集体优势，造成大威胁。幻象它来自法方的一些武器系统，以及不同的战术战法的概念，可能对中共来讲，目前为止应该还是一个威胁，必须要很积极的去面对，准备要汰除或是upgrade 的一个状况。不过，换商嘛要面对消息性相关的难题。李英良建议采购新式发射战机，飞官训练会当更较紧来完成，但是后勤维保政治因素是一大挑战，也是较紧来执行演修，避免空防会出现浪碰的时阵。国军即摆正需要空防的新兵力，甲美国采购66架 F-16B， 同至9月底第一架战机就会出厂来交机。空军的高层驻美军事代表团受到邀请观礼，空军嘛编3664万外备用政治教官，明年暗算有65个飞行员去美国来受训。听到好消息都会担心。另外，换上落入去海底，防救起来飞官假派分，身体状况真稳定，未来几天可能会当出院。国防部海委会从首长到所有的同仁携手合作，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对因台是肯定国防部和海委会即摆做伙合作，伊讲规个搜救过程应该保存对内面来学经验。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第13号风台北劈甲虽然未直接影响到台湾，不过这北部、东半部地区中秋时阵是济份会落寡雨，若准备赏过年就爱看运气啊。虽然今年中秋无连假，不过高公局预告讲，这国道路南车上界济时阵是拜六礼拜。拜六的早起，也那这东部交通的部分呢，这苏花公路放落来在海路段，虽然已经抢通，目前一天敢若开放3个时段通行，也因为中秋的关系，拜五暗头开始暂停管制。怪手持续咧清理放弃的土，车路会当通行了后，总地管制站每一天也是依次3个时段开放通行。不过因应中秋假期，拜五下晡开始会暂停管制，到中秋过。9月13号下午5点，就是礼拜五下班以后就开始不管制了然后一直到那个18号上午8点，意思就是上班日上午的8点，这段时间都不管制。我们当然是希望不要管制，是对我们最好。是，但是你一定要管制的话，我们也是要配合他们。国道交通的部分，高公局估计后礼拜一可能有袂少人会请假，就会当为拜六开始连续4天过中秋。估计拜六早起，高速公路路南的车流上多。整个形态来看，它可能是一个类似4天连假的状况，因此车流的高峰就是会在周六的部分。那预估交通量会到110万车公里，大概是平日的1.2倍。今年第13号风台北劈甲，目前在菲律宾东边持续增强，估计礼拜挖进日本琉球，受到外围环流影响，礼拜开始北部、东北部有地暂雨。中秋迄天，北部、东部要是会受到大气压带影响。东半部包括恒春半岛这边的话，云量上偏多，而且比较会有短暂阵雨。那在赏月部分的话，可能就需要碰一些运气。因应中秋假期，大体高铁拢有加开车帮来疏运。高铁表示，目前中秋迄天早起上北的车还阁有座位，若疏运的期间，车头拢会加派人力，必要的时阵会启动人流的管制。若大体的部分。西部甲东部干线，长途的列车各时段拢还阁有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罗德区有一间含政府签约幼稚园，互家长指控昨下晡呢3岁囡仔无困到，就伫遐吵，就一名教保员甲囡仔扇嘴皮。家长讲，这幼稚园佫想要私底下解决，毋过目前已经报警才被提告啊。教育表示初步认定这个教保员有不当行为，也要求幼稚园随该调职。未来也会调开审机，看敢是真正有不当管教问题。那看监视器画面，家属去甲提出质疑。伫困头的时间，囡仔无困去，发出声音。教保员徛起，毋是好好甲阿好困，是家伊的面扇几落下。为中昼到下课过至少3点钟，3岁查某囡仔伊的面红搁肿拢无消去。佫会当清楚看到掌印，家属询问园方，佫去强喊不准对外讲，毋知去找民代来协助。
我们先陪家长到幼儿园，家长看到这个画面，气愤难平，坚持要提告。结果幼儿园居然拿出老师的悔过书，要求家长来原谅老师，再给老师一次机会。家庭保官幼儿园若无甲涉案的教保员停职做调查，颠倒摕老师写的悔过书，争取因原谅。家长伫个表明立场，坚持提过了后，园方才照规定向主管机关通报。经观看录影画面，教保员确有不当行为，已令该园立即调整职务，并不得入班。案发的幼儿园是伫桃园市路德有准公幼的资格，当地教育局回应，在伊举报了后，已经介入了解，12嘛去查察，只要审议认定牵涉到体罚还是不当管教，会当依法裁罚，教保员会面临上当终身袂使搁教。政府就是在扩张量的同时，也应该在准公共化品质上面给予相对应的监督机制，才不会让我们的家长受到政策的引导，但是孩子却没有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照顾。除了教保员欠缺正向辅导能力，监管基金会阁点出，准公幼有政府伫背书，相关主管机关确定量的时阵，嘛都爱甲品质顾好。实际敲电话向园方，敢若表示还阁伫个调查了解，暂时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常常听人讲，甘愿打人一刀米，也唔愿打人一个囡仔屁。照顾囡仔确实是艰苦，不过真做一个教保员，确实需要真侪爱心。继续来看这条呢，同款是囡仔的问题。这台中呢有家长指控讲，囡仔去读南屯一间私立的幼稚园，才发现讲囡仔的肩胛头含胸坎有乌青，而且佫是真大笪。调监视器才发现讲，这教保员有虐待囡仔行为，家长决定要告这幼稚园也个老师。教育局表示讲，专案已经进入到调查程序，要求行为人暂时停职。细条的教保员是用倒手直接去逮一个4岁查甫囡仔的下孩，不管囡仔安怎用，伊拢袂放开。监视器的镜头佫翕到，伊不时用手刺囡仔的肩胛头，甚至压制伫涂骹。查甫囡仔的家长出面指控讲，囡仔是读台中南屯一间私立幼稚园的中班，初日下课去甲接，发现讲囡仔的肩胛头、颔棍含胸坎拢有大片乌青。调监视器发现老师疑似苦毒囡仔。他把小孩压在地上，然后掐肩颈，再来就是压小孩在椅子上，把小孩子往后拉，连椅子带人再往后拉，然后小孩那时候就已经吓到大哭了。然后这几天来，其实我吃什么都味同嚼蜡，我没办法就是释怀。家长随甲囡仔带去病院来验伤，诊断认定有精神病含正面颔棍刺伤，而且去警察局来报案，批评园方事后无任何解释。刚才打电话来，想要甲规件代志拢扫掉，因决定委任律师来提告。园方违反幼教法、教保条例、儿童权利公约，细条教保员涉犯刑法的伤害罪，含之校权法。学校有违反的有那个幼儿教育及保护法，还有教保服务人员条例。然后也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好，那老师的部分有涉及到中华民国刑法的伤害罪，以及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益保护法。9月3日接获家长反映，本市南屯某私立幼儿园教保服务人员疑似于9月2日不当对待幼生，全案已经进入调查程序，并要求行为人暂时停止静候调查。教育局正式接到家长的检举，专案已经进入调查程序，而且要求细条行为人是暂时停职。幼儿园的负责人是无愿意接受访问，敢若透过声明讲，教保员确实有不当的行为，已经向家长核实咧，后壁会配合市府的调查，得到无周全的所在会好好反省。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对翁仔某涉嫌交给建设公司的高层，佮协助出资伪造财力资料，甲5间银行骗贷款超过2亿7千万，甚至佮偷用这出资的囡仔去做抵押款设定。今麦检方依照共同诈欺伪造文书，甲银行法组织条例定罪，甲这13个人起诉。近日，该举办讲座，鼓励买厝投资。主讲的姓廖查某人先前甲翁婿联合共组的不法集团，就是江妈妈炒帮团，互人控告交易建商用假物件向银行诈贷超过2.7亿。经过检方调查，专案侦查终结，起诉姓江的翁婿甲建商等13人。本署检察官认江姓被告等13人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伪造文书、诈欺银行等罪，依法提起公诉。
警方调查，江妈妈插帮团是以建商会当无利息借贷，佮骗讲有买厝的补贴金，准讲买的人钱无够，嘛是照常鼓励因买厝。啊，毋过因是碰碰买主收入资料，向银行提高放恶贷款金额，佮用假房价做实价登录，有关建商手头还未卖出去的厝价。第一点呢，就是要收好自己的硬件跟硬件证明了，因为这些工具呢，可以说是这个我自己的身份证一样重要。第二个呢，要了解自己的还款能力切莫这个好高骛远来购买自己还债能力以上的这个房产。规个补发组织毋但牵涉到诈贷，阁互5间银行受害。讲好的无利息借贷其实是设计好的，建商要求买主签订相关的合约甲本票，对方无授权，竟然私底下摕买主的印仔甲印鉴，向地政机关做抵押权设定。若是借钱已经到期无能力来还，建商就会将厝拍卖，互买主失去所有权，规个拢去了了。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市城隍庙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不过昨说传出讲有嫌犯把这王仙老祖，也就是贵国主的金身，偷换做女神祖。虽然这王仙老祖的金身尾有行到转来，不过这个嫌犯已经把这金身剃面，也就是分明过啊。警方调监视器来看，有掌握到一名姓黄的女性，专案来依照窃盗罪移送法办。这间宜兰市城隍庙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不过所发生新庄去用调包的案件。庙方的人员11下晡发现讲，城隍夫人头前原底是供奉王仙老祖贵国主，想袂到当头白日竟然红头换做李洞宾，庙方是赶紧报案。早上出门以前还是不是他？警方赶去庙内调查，发现王仙老祖的金身。10日透早，这个嫌犯已经把新尊请倒来啊，放伫庙的后顶。也那李洞宾这个金身是无摕走。6点10分，我开门，伊就伫后顶的，放伫后顶。不过，王仙老祖的新尊去用送倒来了后，庙方发现讲伊的面甲头毛，哪像拢有去用喷擦，目眉嘛无去，红色的鞋应该受过擦过，外形规个变去。这件金身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乌白去用喷擦，庙方的人员是感觉真无奈。后续会请示神明了后，请师傅改恢复原底模样。将庙方所有的神像代为返家修复后上色，归还于庙方，全案依窃盗罪，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警方接到通报了后，调监视器，有掌握到涉案姓黄的查某人。伊到案说明的时阵讲，伊甲因兜的新尊请去庙林替换，了后甲庙林所有的金身拢请转因兜，规个收付撤销了后，再搁请转庙林。目前专案以窃盗罪，函请宜兰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大地震也有开辟风台过后，这观光业者就表示讲，花莲甲台东的订房率落到剩2成尔。为了要增加这观光量，台东县政府10月举办1个月艺术节，配合到1000块的订房补助，请民众来遮观光。不过，对这观光客教授就表示，外国游客唔敢来佚佗，对咱来讲是正大损失。将天地当作表演的舞台，会当看到艺术表演，阁会当看到台东美丽风景。这是去年台东艺术节的表演。今年2024年台东艺术节伫咧10月份就要开始，为期1个月活动。台东县政府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加上政府逐人逐个月一暗上悬1000块的订房补助，呼吁民众来东部佚佗。这地震对东部影响足大，政府有一寡方案，譬如讲大家若去遐住，就当尽量有1000块的补助。这个方案已经延到11月底啊。疫情解封了后，观光旅游真兴，人人烧招去出国。照理来讲，来台湾佚佗的外国游客嘛应该爱增加才对。不过学者表示，因为花莲大地震，加上后来阁有开辟风台的灾情，毋但外国游客无法度来佚佗，国内旅游真侪人嘛无法度去佚佗，大大影响到花东的旅游产业。单比3月份来台旅客有高达有81万，单个主题一列4月份发生地震，所以4月份马上就减少了20万了，从81万减成61万了，所以就是游客的很明显
衰退。学者表示，到月份至11月份本来就是东部观光的小季，主办单位甲台东县政府呼吁民众会当利用这段时间去台东，加上一年一届的台东艺术节10月就要起鼓啊，16个表演单位会伫台东13个所在，以环境剧场的方式来演出，无同的天气就有无同款的感受。每一场的表演拢是独一无二的表演。记者戴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这美国总统大选第2场电视辩论，民主党候选人何锦丽有特别准备，出手是凶个准。对手共和党候选人川说，予伊激到开始失去控制，连带去拖累到伊的媒体和技术集团的股价，才一开盘就66%。不过何锦丽民调支持度却无因为安尼升到来冲悬。华盛顿邮报就针对着中间选民做调查，发现川伫个经济议题较受到民众支持。尼尔森资讯的数据显示，美东时间7早暗时伫宾州上场的电视辩论，吸引超过6710万的民众伫看，超过拜川辩论的5100万人伫收看。90分钟的辩论过程，何锦丽有准备掌控大局，诱拐对手川普，用正含甲激动的方式回应，表现了无好。And looking at that debate, one candidate was prepared, one candidate knew what they needed to do, engaged in a strategy and set of tactics, and left as the perceived winner. And the other candidate is in some cases reeling. And today, I think the Harris campaign is disseminating widely all of those various sound bites, all of those highlights, and the Trump campaign is looking to turn the page. 川普的表现甚至拖退所属的媒体甲技术集团的股价，11开盘就落16%，中到盘有小可回升，中场也是落超过12%。只不过何锦丽优秀的辩论表现，并无大幅度提升民调的支持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上新的全国性民调显示，何锦丽平均的支持度是49%，川普是48%。6个关键的无确定的州，乔治亚甲宾州支持度正活是100%。What we know as of Wednesday about Tuesday night's debate, and what I know from the scholarship on political history, my best guess is that this debate won't have a big effect on the outcome. But because this is such a close election, even a small effect can turn out to matter enormously because the vote likely will be so close in the battleground states. 华盛顿邮报针对中间选民进行的民调显示，大部分的受访者认为何锦丽赢这场辩论。健保议题和川两个人的支持比例是2:1。不过伫处理经济问题方面，川普的看好度是有较赢面。公司新闻王维文编译。继续来关心2024年亚洲上界强的风台摩羯，这几天是吞大东南亚，对越南到泰国拢是真惨重。越南已经有超过200人死亡，也那泰国北部的清莱省有9个人因为做大水来死，也那有22000户受到影响。气象单位指出讲，这风台加上雨季，做大水的灾情会一直到后礼拜。画面上会当看到泰国北部的清莱水淹加成年人的大腿，当时阁真错漏。救援单位一面出动救生艇协助灾民撤离，一面爱阁用锁保持本身的安全。因为当地目前拄啊是雨季，降雨量本来就有较济。过去拄到会当讲今年亚洲上强的摩羯风台过来搅局，灾区的民众少连续几天拢提心吊胆。บางตีกำแพงของพังบางบ้านก็น้ำท่วมค่ะนี่บางหลังนี่บ้าน2 ชั้นนี่เกือบจะมิดก็มีบางคนนี่ขึ้นมาอยู่บนหลังคาก็มีเจ้าตัวเนี้ยแต่ว่าตอนนี้น้ำตอนนี้ก็ขึ้นมาเรื่อยๆ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จ้ามาอยู่นี่เป็น30 ปีนี่ครั้งแร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ะนี่摩羯风台为越南登陆中南半岛了后，一路向西扫过去，使各地有正大的降雨量。越南北部上大洪河水位来到20年的最高纪录，严重威胁沿岸较低所在地区的民众。同时，大水河阁引起土石流，造成人员的伤亡。目前越南全国累计罹难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人。另外，伫半海地球外的奈及利亚东北部的大城叫做麦杜古里，虽然无拄到风台大水雨，所以河川的源头水坝崩爆，造成水灾。规个城市有40%淹去。救援单位的统计指出，罹难人数超过30人以上，另外有41万外的居民被迫撤离。
麦都古里四周围的地区，当年去拄到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侵扰，即马过去拄到水灾灾情，会当讲是无米搁兼论过。公司新闻请家人编译。来看加州南部野火是真严重，有3搭伫洛杉矶附近烧起来，害上万户的居民要赶紧撤离。加州政府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而且警方也抓到一个放火嫌犯。半暝伫山顶野火是烧甲真猛，看到强要甲规粒山拢食去。到日时的时阵，火势还持续咧炭，远远看去，这烟还是一直闻出来，互人看到是心惊胆吓。美国西岸大城市洛杉矶附近的山区，最近发生3届火烧山，其中国以东北边成北立着陆军的火势上猛。伫过去48点钟内，有48000英亩的树林规个烧去，也有40栋厝嘛因为火烧山规个乌有去。包括这个会当出事的所在，这个电动流廊嘛受到牵连。看眼前的野火，都强要烧到另外一间人家厝。消防员是赶紧抓水拍火。Definitely in recent history, this is a fire that has been the most dramatic in terms of growth over a single day period. But you had a lot of things coming into alignment. You had low relative humidity, high winds, steep slopes, and just a period of extended high temperatures leading up to this. 洛杉矶最近天气真干燥，高温称甲摄氏43度，加上透风的影响，地势火一个炭开都袂收煞。消防单位分2批，为陆地甲空气来拍火。而且嘛，赶紧通知在地万外的民众赶紧撤离。也若住伫内着5着这个居民，伫撤离的过程中，又转去厝里，发现因兜甲迄当阵袂赴带走伊饲的猫仔，家在是拢平安无代志。毋过当伊举沙条行入去树林，看到涂骹还伫呛烟，伊也是感觉真烦恼。It was like a movie yesterday. Everybody burning out, going to the gas station, gassing their cars up, trying to get out of here before they got burnt. It was scary. A lot more real than you realize. 目前这3届大火，规个小区的面积已经超过105000英亩，这个面积等于是洛杉矶的1/3。加州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请求中央提供支援。而且伫这个时阵，小北立着陆军的警方有查到一个放火嫌犯，而且伫因兜甲车顶嘛有找到相关的证据，目前已经甲伊抓起来。当局表示，拜四了后，当地气温就会降低，对控制火势会有帮助。公司新闻张回民编译。来看，逐年拢有出的金氏世界纪录大全12出版咯。2025年的金氏世界纪录，即届有收怪车的收藏者，也有发明者，也有上届大机的电动器皿，甚至有一位1分钟内会当变上济魔术的14岁少年家啊！高度型板球的木搭配的含管搭，也是东九大赛去路面，这当中红收藏伫印度海德拉巴当地一间汽车博物馆内面。68岁博物馆的头家，就是这个国外汽车的收藏家和发明人。伊的汽车收藏品当中红收录伫个杂志公布的2025年金氏世界纪录大全内面。金氏世界纪录大全是当年拢会出版一摆，发行机构金氏集团讲，2025年的版本拢总有2115项纪录，其中有超过80%是今年更新的项目。另外一支金氏世界纪录是一支200公分悬的电动器皿仔。创作者有 YouTube 频道是专门替4岁到11岁的囡仔实现梦想。And 11-year-old George sent us his idea for a giant electric toothbrush, and as soon as we saw it, we knew we had to build it. 英国狗仔的主人欧者含伊的宠物狗，拢总得到市场证书，因为经过伊家，伊的狗仔已经会晓念话啊。I think it's easier to train dogs than kids, to be honest. I will stick with that. 佮对美国来的16岁吉尔伯恩，伊是穿一双一定爱用电的美规的23号的鞋啊，而且手嘛大甲惊人。My mom is 6'3", my dad's about 6'5". My brother is about 6'3", and I'm about 6'11". So I'd say I stand out. 其他纪录的保持者，佮包括爱尔兰伫16岁以下专门变魔术的奥康纳，伊会当伫1分钟以内表演上济魔术的项目。第一本金氏世界纪录大全是1955年出版的，2025年是出版的第70周年。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中国之前有公告会开放福建居民去金门旅游，厦门市旅游协会已经向陆委会提出申请，希望10月到20这段期间会当去到金门探路草。金门县政府和业者是拢真期待，然而陆委会是表示审查正在进行，会赶紧完成。
呈现8寸榴炮发射的过程，才在去金门佚佗的游客一定会去到西沙炮阵地来观赏有阵地风情的炮操表演。不过镜头转去街仔路，会当看得出游客是无几个。金门业者希望观光景恢复，即嘛中国文旅部进行公告，会恢复福建的居民去金门旅游，嘛互业者看到希望。我们都乐观其成，希望大陆的居民赶快到金门来。全方面的准备都必须做好的。所以我们这方面也都非常努力。厦门市旅游协会已经向陆委会来提出申请，希望18到20去金门来探路。陆委会讲，相关机关当在做专案审查会较紧完成。不过陆委会嘛，搁一摆讲，两岸观光的障碍伫咧中国迄边，目前敢若小可开放游客去金马，而且公布到10月为止，中国团可申请3团32个人去马祖旅游，但实际入境的敢若7个，个人旅游的部分嘛，敢若10个人尔。我们的开放作为是比他们大得多。今年以来到8月份就13.8万的团客，大陆到台湾来的团客是0。现主席，咱要有迄个勇气，咱来揭穿共产主义，要并吞台湾的骗局。罗总统分享订读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的想法，对中国是唔免客气。前一天伊嘛伫民进党中常会顶讲，中国恢复台湾文旦的进口，但是敢若限特定县市，而且无经过双方合作的检疫平台，是利用特殊化的经贸往来来分化台湾，对建立台海往来互信不利。先禁止，再施惠，再进行区别对待进一步的分化统战。对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没有任何注意。陆委会主委邱水正同款是甲中方话话，要阁透过农产品来做分化统战，涉及检验的部分，两方的主管机关同款爱经过协议平台来进行讨论，保障农民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指控人士台北安全对话今日举行，聚焦伫咧中国对全世界威胁甲台海安全，而且有邀请到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来发表专题演讲。克拉夫特呼吁讲，中国对台湾是金金上，台湾就要看陆俄战争以下冲突，继续加强自我防卫能力。另外，日本前海上自卫队幕僚長武基第9伊就表示讲，台湾是一个真歹拍落来岛国，面对着中国侵略台湾，咱需要论性，照在调甲战争拖到美国、日本来甲咱援助迄时阵。指控意思台北安全对话12举行，以中国对全球的威胁也甲台海安全为主题，邀请立场友台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发表专题演讲。克拉夫特呼吁面对中国无涉及的侵台野心，台湾应该爱看俄乌战争以下冲突的影响，持续增加国防投资，强化自我防卫能力。China is investing that money in capabilitie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conquer this island. In the face of this threat,Taiwan must do more for its own self-defense. The question Taiwan's leaders should be asking right now, if China invaded tomorrow, what will we wish we had done? And you must do that right now. Taiwan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and the Taiwan people, they should have capability to fight protracted war of attrition until U.S. and Japan and the other country come to support Taiwan.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将认为，台湾是较歹讲的岛国，面对中国侵略，要有能力拍消磨战，一直到美日盟友援助，所以台湾需要建构全社会防御韧性，伫紧急事件时阵，会当照常维持政府运作。It is essential for us to both call out intimidatory and bullying behaviour to ensure it is exposed as unacceptable whenever it happens, and it is also essential.To support those who are subjected to such dangerous actions. 马担任澳洲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这个职务的潘文是讲，中国是澳洲上大的贸易友伴，澳中关系真重要。不过伊嘛指出，中国伫台湾海峡、日本甲菲律宾周围海峡的威胁行动，使人真烦恼。民主国家爱更加密切合作，互相支持。记者综合报道。
那芭蕾奥运的运动比赛是焦点，这芭蕾文化奥运也受到众人的关注。文化奥运台湾馆，咱有真侪表演团队办超过50场的表演。根据着文化部的统计，伫15天的展览期间，吸引超过7万人次来参访，大大增加台湾的国际知名度。文化部长李婉也预告讲，明年伫咧日本大阪的2025年世界博览会，会搁再邀请台湾的表演团队去到遐，展现着台湾的文化实力。风中顶看望歌团演出台湾bản松的传统民俗看望歌。不过，这个地点不是台湾，是伫咧8月份芭蕾奥运的文化奥运台湾馆。看望歌走向国际，这个安大死者家属的仪式也引起外国人的兴趣。过去看望歌伫阮庄卡算讲是真侪人拢看起的一个顶头啦吼。但是事实上，伊内底有真有内涵吼，也包括咱台湾人对死亡的这个逻辑。文化部表示，这届文化奥运台湾馆拢总有112个艺术家参加，办57场演出，累积超过7万人次来参访。内容不但有台湾的传统民俗，更有流行音乐、舞台剧、变成风俗这个元素。文化部表示，文化奥运台湾馆展现台湾的自信，多元的表演也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民主、自由、创新跟开放。就大阪世界博览会，我们再来一次文化的那个展出，我们就争取到文化部再去那边找一个场馆，然后在那边有一段时间可以展出我们的文化科技啊，还有表演团体各种表演，在那边展现我们的文化实力。文化部长李婉预告，2025年伫日本奥萨卡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会搁再安排艺术团队展现台湾的文化软实力。部长讲，所来政府也会增加资源，帮助全国各地台湾 TOP 演艺团队辅导因发展。记者郭美玲、约凯台北报道。行政议会今通过证券交易税条例的修正草案，要甲东港冲销交易证交税税率减半措施延长到2027年底。专家伊讲，这对投资人炒底算是有帮助，符合市场的期待。拜三，美国四大指数全面拢起，其中阁以纳斯达克指数表现上较显目，起2.17%，连带股类12大股开盘一路走悬，盘中上悬捌起超过600点，有甲21706点，并无受到台积电等个股除息的影响。台积电在跌破900之后呢，然后除息马上今天就呈现一个大涨的情况，我想对于整体盘势的信心是有所加持。根据证交所的统计，12个除息股，包括自用、爱山林、南绿、甲台积电等6档，伊股会影响台股指数34.15点。其中台积电的部分指数可能会蒸发32.67点。不过台积电唔那一个开盘，就随马上天色大起39块，起到936块，起超过4%。盘中台积电唔那稳定徛起伫900块，还阁捌起47块，带台股做回向前冲。另外，第12个行政院会嘛通过证券交易税条例修正草案，甲当冲交易证交税税率减半的措施延长3年，延长到2027年的年底。为了维护交易动能及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发展，有必要延长当冲税降税措施3年。最近其实成交量一直呈现低迷的一个状态。那过去来讲的话，当冲税的一个这个减半呢，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有助于成交量的一个提升。专家预估，美国联准会这个月大幅度降息的机会无大，预估调降利率一码，对股市是利多的消息。因为后礼拜阁拄到台股结算，预估整体盘势是有较弱，有机会伫中秋迄卡到休困，重新整理，准备第4季阁冲起嚟。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受伤去到病院，深开始病院认定讲是去互草仔刮到，不过这个病人呢是疼甲跋倒行，搁再挂急诊，落尾转诊才发现讲，唔是互草仔刮到，颠倒是互蛇夹到，家属认为讲病院有失误。病人的倒脚几个所在拢有大面积的碰拍，脚嘛明显肿起来。高雄这个妇人顶礼拜日因为脚疼，去到冈山秀潭病院来挂急诊。家属指控讲，妇人小红判断是互草仔刮到，等来处理后疼甲无法度行，才去挂急诊。才发现疑似是互毒蛇夹到伤，转诊去医大病院。但家属发现转诊单顶悬是写讲互残的杂草刮到伤，互因怀疑红误诊。
这个是被草割到。其实当下有质疑，他说这个看起来不像被草割到啊。对，然后医生就是没有正面回应他的问题，然后就是给他打了一支破伤风。江苏社团病院讲，负责人第一摆来看医生，孔喙有拍过的痕，加上孔喙毋是干那两个孔，是有连续性的划伤，加上患者迄当阵无讲家己技术互抓交着，第一摆诊断才无确认，但第二摆病人佫转来，诊断医师明确伫病历写技术互抓交着伤，并无啥物误诊的状况。是礼拜天的门诊业务繁忙，在写转诊单的时候，他直接带入他第一次就诊的那些主诉，没有带到那个诊断。所以让病人有一些误会，说：“哎，医生没有看出来。”出血性的毒蛇，它的伤口应该开始会肿胀，会出血，会像淤青嘛。伤口不会很明显的那么疼痛，它是神经毒，反而会有慢慢的麻木，甚至到嘴唇、眼皮没力。卫生局调查这件代志初判是无误诊，但是病医病情的说明和民众误解的部分已经要求改善。医师是建议讲，判断敢是互抓夹着伤，会当先看这空喙敢是有两边对边的喙齿痕，要看空喙敢有出血，还是空喙顶管敢有肿起来，或者是甲空喙洗清气了后斟酌检视。去病院时阵，嘛要甲所有怀疑着伤的原因拢甲医生讲。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到台北市都经处的统计，这都经申请量逐年拢有在增加，不过这都经推案量确实有在减少。今年1月到8月，这双北的都经推案量只有817亿，比去年同期减少100多亿。专家指出，讲是因为去年双北有2个超过200亿的都经案件，才互今年看起来会较少。伫台北彰化地段，我近中华复兴核心的所在，这个都经新建案，毋但是台北市最近这几年来少数新的高级厝。去年贡献400亿都经的推案量，根据自典杂志的统计，最近这几年双北1月到8月都经的推案量，去年有到952亿5千万，比去年增加41.7%，今年煞降价到817亿，减14%。去年它有一些指标的大案进场，它其实量体上面都相当的大哦，像3重的量体来到200亿哦，其实就会占据了它这个整体推案量上面带动的表现。双北都经推案量减少，不过根据台北市都经更新处的统计，最近这几年来，台北市都经申请的件数为110年的122件，了后每一年拢增加，今年阁是1月到8月都超过200件，有到202件。因为因应5月有中央的食人奖励的递减，所以有一波比较送案的高峰，单月就有破近100案来申请。那这个部分其实这个更新处这边花了1个月的部分来做消化。专家指出，都经甲危老建筑的差别是都经需要至少2/3所有权人的同意，若危老建筑是爱所有权人全部拢同意。想要都经面积至少爱有300平，不过危老建筑无面积的限制。过来是建筑用积种类上限，都经是比危老建筑较好。不过审核的时间，都经平均是以年来算，若危老建筑平均是3个月至6个月。做围绕的厂商一般都是规模比较小的建商，那规模比较小的建商，那么它本身承担风险的能力比较弱。大型建商他做的都更案量体比较大，那奖励值也比较高。建商指出，若要得到建商的认同，就要愿意用心推动都更。大部分以伫彰化地段在地生活机能好，较有人要买嘛，较有利润的机会较大。因为都更一般拢需要较侪时间，嘛考验建商的资本敢是有够大笔。记者综合报道。25年前发生9.1大地震，迄当时的地震中心南投灾情是啥严重？迄时阵呢，有一位画家孙小英，伊就用这画笔记录灾后南投。即马25年过啊，新故乡文教基金会邀请艺术家去到灾害现场创作，记录这修复重建了的景色，要用艺术来回顾历史。损害的玻璃酒厂，阁有放弃的集集车站。1999年发生的9.21大地震，一瞬间天崩地裂，尤其震央南投的灾情更加严重。当时有一位孙小英画家，世界画图记录灾后的南投。即阵经过25冬，新故乡文教基金会邀请11位艺术家，登去灾害现场创作，记录重建了的景色。迄个时阵，伊才68岁，伊就想讲，我也毋是继续
律师，也毋是医生，嘛无法度去救人，无我来用我上内行的素描来画遮的灾区的情形。啊，这个画展呢，咱主要是讲借由咱即卖新的11个画家呢的产物呢，这个过程甲咱地当个记录，用这色彩的物件填补咱以前受伤的这个痛苦。9日一地震当时造成万外人受伤过往，厝倒超过10万栋，整体的经济损失有3000多亿。参与展览的画家想起9日一地震，心内有艰苦，嘛有感恩。玻璃是好山海水，唔知影讲那变安尼啦，闹心情都逐日在过。生活都真歹过吼。我看到以前大家连住的地方都化为零，今嘛大家重新建设，的这个台湾人的韧性大家努力的往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感恩我们还站在这块土地上。经过25年，过去熟悉的街仔路，如今有新的模样。这场展览伫南投抓教堂展到9月底，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艺术创作，呈现大家共心重建家乡的精神，用画图记录在地重建的历史。记者杨淑晴南投报道。高雄城中城发生火灾过后呢，这市政府也赶紧调查高雄的维诺建筑中度戏院，就是其中之一，有甲强制拆掉，说因为这戏院的1楼市场部分有真侪大头是甲因买永久的使用权，市政府是甲因答应讲，这答应以后会当继续回来遮摆摊，不过拆了后，地主却甲土地围起来，即马这店家下晡来到旧戏院这个所在抗议，希望市政府就要讲话算话。大商旧布条抗议高雄市政府拆后无插，因为单位本来伫后壁已经变空地的中度戏院旧地址1楼。3年前强拆时阵，市政府讲会当中华旧所在摆摊，即马拢无影。10万块，我讲听，迄间伊即摆徛伫遐迄间厝啦，我有甲问地主啦，问厝主啦，因当初甲菜价做伙买啦，因买5万啦，即摆呢莫讲1000万啦，300万伊买无？已经55年的中度戏院1楼是市场，袂少大商伫50年前以5-6万买永久使用权。这个介绍当年伫当地会当买新厝。2021年城中城大火烧出维诺建筑公安问题，2楼戏院因为天棚甲外壁崩塌的状况，互市政府立做危楼强制拆除。拆除了后，经发局伫现地维设单位，不过地主煞趁机会主张大商已经无使用权。叫我们去告地主啦，可是他要来拆的时候，他是用他们的公权力。3大工会来看一看，出个共同声明，就想要拆人家的财产，这刚有道理，你至少要有一个鉴定报告出来嘛。面对这个市府无鉴定报告就拆，有行政的缺失。即马刚来当地外口做所在做生意的大商表示，当初基本中都是危楼的，都是地主，不管市政府强拆了后都无插。本府经发局提供相关补贴救济，协助摊商搬迁及安置，并依摊商意愿，优先以三民区中都街、中和街周边骑楼作为选择。市政府表示，会持续辅导大商，讲建筑当时有立刻性的危险，不过所有权人无限期拆除，唔再依法强拆。只不过大商已经对市政府提告行政疏失，一审判决会伫19宣判。记者综合报道。中秋是团圆的日子，这新德动物园今年也替动物用金龟认真限制，叫动物因介意的口味，甲因打造出专用或者动物来食的月饼，也提早互动物过中秋。甲龙井、金龟、黏红卵，加上菱角、白仔、龟仔年，甚至还有龟子豆，包好势了，黏入去模仔内底，动物月饼就完成啊！趁青笑，赶紧摕来互晚上食。我第一次看晚上，看吃月饼，好好玩。饲料员他们喂那个浣熊吃月饼，觉得也太应景了吧？我看也伊这月饼佫比人较好，所以即摆动物是真享受啦。新德动物园今年特别以各种无共动物食的材料，帮园区内动物做月饼，除了互动物提早过中秋，也希望互动物的食食加变化，增加多样性。我们动物平常它住在园区之内，它可能会面临的都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环境，然后或是长得一模一样的食物，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无聊。我们会在食物上面花一点巧思，
我们会把食物做成不同的形状，或是不同的给食的方式，让我们动物每天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刺激或是新鲜的事物，然后来提升它们生活环境的一个变化。有红萝卜啊、南瓜、地瓜这些综合起来的，非常营养均衡，所以专属于动物的月饼。所以今年我们中秋就为了园区里面所有动物都制作好吃的月饼。园方提醒民众，动物月饼是针对动物的饮食专工做的，游客千万唔通家己摕物件乌白吃，因为动物若是食到不适当的物件，可能会害动物破病。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嘉义县政府为着要推广食在地、食到时的食农教育精神，邀请县内22间的学校校园内面的营养师甲食材采购经理，做伙运用在地食材来设计食谱。唔但介绍这食材产地，阁教安怎煮食，希望新菜式互学校做参考，也会当教囡仔来认捌在地农特产。一道一道的手路菜，拢是使用在地、各地市的食材。嘉义县18乡镇12间学校的中央厨房，做伙设计用在地食材来料理的食谱，唔但要互学生食好营养，阁会当来认捌在地食材。咱嘉义县在地食材会使如何，甲变成咱在地的菜色，互咱的囡仔有更加侪机会。除了有法度咱食咱家己学校伊本身乡镇在地食材以外，阁有更加机会去熟悉到咱其他乡镇内面所有的在地食材。这盘里面有甜椒鸡丁，然后里面有蒸蛋，然后我觉得里面的美食都很丰盛。为着要推广食在地、食到时的食农教育观念，嘉义县邀请学校营养午餐的营养师甲食材采购人员，用在地食材，比如民雄的往来、番路的鸡鸭来规划菜式，佮甲料理的方式出版做食谱，希望甲料理的时阵，嘛互大家认捌在地农特产品。脆脆的，然后还软，有脆的也有软的，然后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吃在地哈，这是一个这环境永续哈，能减少碳足迹的一个方式。啊嘛吼，咱那个囡仔会当了解讲因的故乡有啥物那农特产品。嘉义县教育处表示，中道堂对学生囡仔来讲，关系着学习甲成长。这本食谱未来阁继续增加菜式，或者是食材的销界，希望透过这本册，互学校的营养午餐有更较侪变化甲营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之前有一套台语发音教材伫咧网络平台集资，因为是有声册设计，正适合予囡仔来学台语。就一寡大人是会晓讲台语，袂晓台文，唔知要为倒位学起。即摆就有老师咧用一套基础教材加上这台语的发展历史，设计出大人的台语课。姨妈，啊若是偏转的 Q 口会变做姨妈。听老师念学台语的母音，也透过一套台语发音教材学台语将转的腔口差。这节课用简单的母语教材，予会晓讲台语但是拄接触台文的大人，一个入门学台文罗马字的管道。我第二个囡仔才开始讲台语，我感觉讲我家己想要教伊安怎读台语，爱写字才会使传落去，所以我就想要来上课。台语是为闽南语来的，闽南语伊伫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伊有保留真侪古早音，保留一个古早音就会变做有地音甲文音。唔但爱学台语文安怎读、安怎写，也爱知影台语文的发展历史。这节台语课的讲师罗兆南认为，台语文发展的过程真重要，但是大家对这段历史拢较清楚。譬如讲文字的背景是啥物？是安怎咱会有台语的文字，是安怎咱爱学这个物件？我感觉这嘛是爱互大家去了解的。讲师也表示，学员对台语文的发展历史拢真好闲，而且经过解说，学员对台语的背景有了解，也愈有动力学台语文，对台语文的推广会当更加有利。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所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
然后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